億億聲嘅片酬送到埋身，點解有啲人會耍手擰頭？真係嫌錢腥，定係背後有啲錢根本袋唔到落袋？今日我哋就拆解呢個娛樂圈最大嘅迷思，點解周潤發、張學友呢啲神級巨星死都唔肯上內地綜藝啊？好件事嘅引爆點係劉嘉玲喺內地節目《一路繁花二》爆咗個響口，佢話試過幾次幫節目組邀請發哥同學友，但答案永遠係 no。官方答案，劉嘉玲話佢哋想專心拍電影。行內有一位從事多年中港公關公司嘅老闆同我講，背後起碼有3座大山擋住佢哋北上嘅路。第一座山叫神壇。你諗下，周潤發、張學友喺我哋心目中係咩地位？係神台級。佢哋嘅形象係用幾十年嘅經典作品、一部戲、一首歌咁樣砌翻嚟。真人 show 係咩？啊，係要你玩遊戲、煮飯仔，同啲後輩嘻嘻哈哈，即係要佢哋由神變翻人。呢個過程行內叫消耗。你每上1秒綜藝，就係消耗緊你幾十年儲落嘅光環同神秘感。對於愛惜羽毛、要保護自己金漆招牌嘅巨星嚟講，呢條數計唔掂。你睇梁朝偉、劉嘉玲都話叫佢上會嚇死佢，就係呢個道理。唉，第二座山，呢座最現實，叫手尾。哇，呢個手尾可大可小。你以為上去袋幾千萬好爽？錢從來都唔係最難賺嗰部分，最難嘅係點樣乾乾淨淨咁袋落你香港個銀行戶口。自從幾年前稅務大清查，陰陽合同呢支歌仔已經冇得唱啦，所有嘢都要白紙黑字，稅率係點計，一清二楚。但最大問題係跟住落嚟嘅資金管制。好啦，你賺咗嘅人民幣唔係話你想匯翻香港就匯到，你要通過好多審批，提供好多文件，證明你筆錢嘅來源係合法，稅已經交足。成個過程可以好漫長，好似一個好複雜嘅迷宮，中間但凡有一個環節出錯，筆錢就卡住喺度。所以好多上去揾食嘅藝人都要養住一隊專業嘅會計師同法律團隊去處理呢啲濕碎嘢。對於發哥、學友呢啲已經唔等錢使嘅人嚟講，為咗賺一筆，但要惹嚟咁多煩惱，值唔值得？佢哋自己心裏有數。第3座山最隱晦，叫潛規則。上得綜藝節目呢？你以為淨係錄影嗰10幾個鐘就搞掂啊？少年，你太年輕啦！好多時收得人哋天價酬勞，就意味住你要孭起好多人情債。節目慶功宴要唔要到？投資方嘅飯局要唔要去俾下面？之後有咩其他活動，要唔要幫手站個台？你賣嘅唔再單純係你嘅演技同歌喉，而係你嘅時間、你嘅人脈，甚至係你嘅私隱。呢啲對於極度重視私人生活、鍾意行山搭地鐵嘅發哥，同埋想專心做音樂嘅學友嚟講，簡直係攞佢哋命啊！咁點解仲有咁多香港藝人上去？佢哋醒目咯。有啲會成立內地公司去處理稅務同資金，有啲會通過信得過嘅中介做合法嘅稅務規劃，有啲咧就索性喺內地置業投資，將賺到嘅錢轉化為資產。方法好多，但係共通點係全部都好諗煩。所以翻到我哋開頭條問題，億億聲都唔要，究竟係有骨氣定係袋唔到落袋？其實答案可能唔係2選1，正正係因為佢哋有足夠嘅地位同風骨，好似佢哋咁，已經唔係為5斗米折腰，先可以理直氣壯咁同呢啲麻煩錢講 no。神壇、手尾、潛規則呢3座大山，你覺得邊一座先係最關鍵嘅原因？定係其實3樣加埋先係完整嘅真相？喺下面留言講下你嘅睇法。情報分析完畢，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所有關心娛樂圈真相嘅朋友，等佢哋一齊食花生。